歡迎收看無人在意的骨科廚房，我係隨地大小畫師傅。今天小店出品姐弟骨湯。一般本人會在抽象草稿的基礎上進行隨地大小畫，在這個過程中，主播會在無數張 key 站照片的參考中加入一點主觀益組。比如說，微型手裏這把根，主播真的不會畫器械。參考了網上的科普之後，主播確定了微型白蜘蛛使用的是38式步槍。在這個基礎上，主播開始隨地大小抄。好討厭畫器械啊，應該快解脫了。好啦，師傅煮好不了，下面開始炒和服。師傅對於東洋菜系頗有耳聞，但是不甚熟悉，所以參考一下修羅雪姬的妝造。師傅終於炒出和服的形制，做好姐姐。現在師傅開始處理弟弟，到底是帽子還是光頭？師傅猶豫不決，決定是帽子了。沒有帽子就不是俑作。但數此男的表情如此多變，簡直是日式變臉啊！差不多炒好弟弟了，師傅決定增加排線，為這道菜增添無人在意的精緻。好啦，線稿就這樣出爐了。師傅開始加入色彩，加入破繪特的半色調和雜色效果，製造自然風味。加入一點對話，強調食材在口中的交融，這樣一道美味的姐弟骨就出鍋了。感謝觀看骨科廚房，我是隨地大小畫師傅，我們下回見。